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阿尔玛·阿卜杜拉在选举中获胜；司政边巴次仁访问荷兰王国、卢森堡和捷克共和国。第6届印度青年藏学研究学者会议在达兰萨拉开幕。驻台湾代表隔向兼参应邀出席台湾113年国庆酒会。驻日本代表拜会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感谢美国颁布西藏法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10月12号致函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联合主席田中世希、田中茂光和齐木之子，祝贺该组织荣获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首先赞扬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以表彰该组织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所做的努力。尊者进一步强调了他访问广岛和长崎时对核爆炸的受害者，特别是幸存者所遭受的巨大痛苦的了解，以及创立这个组织的人们强有力地代表了消除这些危险武器的必要性。尊者最后指出，作为核裁军的坚定倡导者，尊者相信这一项奖项将激励包括联合国及其成员国积极消除核武威胁的集体努力。最后呼吁人们克服愤怒和仇恨等负面情绪，采取行动实现世界真正的和平。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0月16号致函奥尔玛·阿卜杜拉，祝贺他领导的联盟在近日立法议会选举中获胜，并任命他为长漠和克什米尔联邦直辖区的首席部长。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祝贺奥尔玛·阿卜杜拉和他领导的政党赢得选举的同时，强调了他与阿卜杜拉家族之间的长期友谊，并祝愿奥尔玛成功应对未来的任何挑战，实现长漠和克什米尔人民的希望和愿景。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三10月9号抵达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什普基机场，正式展开他对荷兰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等地的一系列访问活动。当天，司政边巴次仁在荷兰国会大厦与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杰西·拉佛杰及成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交流。随后，司政拜访了荷兰人权大使维姆吉尔兹，双方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当天下午，司政在海牙战略研究中心与该中心主任汉顿·布鲁克和研究人员举行了会谈。结束会议后，司政在海牙与维吾尔、南蒙古、香港、国际深远西藏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荷兰藏人社区等团体的代表举行会谈。结束对荷兰的访问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仁于10月10号上午抵达卢森堡机场，受到卢森堡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和藏人民众的热情迎接。在抵达卢森堡后，司政在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根康的陪同下，出席了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欧洲议会前议员、现任欧洲审计院成员莱马·安德烈凯内举办的欢迎午宴。在对卢森堡进行访问的第2天，司政边巴次仁拜会了卢森堡前司法部长、现任国会绿党议员萨姆·丹森和卢森堡众议院议员朱纳·伯纳德，并举行了闭门会议。司政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恶劣的人权状况。结束上述行程后，司政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卢森堡知名媒体《每日新闻》的记者朱利安·多尔
和鲁森堡时报的主编克拉都拉努尔士的专访。当天晚间，司政边巴次仁还出席了鲁森堡西藏之友协会举办的欢迎晚宴。与此同时，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日10月13号上午抵达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并与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等各国政要一道出席了在布拉格会议中心举行的第28届论坛2000国际会议。在抵达布拉格的第一天上午，司政边巴次仁会见了该国支持西藏团体，讨论了即将到来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90大寿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等相关情况。当天下午，第28届论坛2000国际会议以证明民主的决心和韧性为主题，在布拉格会议中心开幕，并举行了颁奖典礼和多位与会者的演讲。司政在开幕式上会见了阿根廷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费尔南多·伊格莱西亚斯，以及阿根廷驻捷克共和国大使克劳蒂·罗森茨瓦格，并和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进行了互动交流。本周一，司政在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的陪同下，参加了捷克参议院和外交部举办的一系列高层会议。期间会见捷克外交部人权和过渡政策部主任罗维尼卡·米特瓦科和亚洲部副主任帕特里克·拉姆拉，双方就人权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随后，司政边巴次仁会晤了捷克参议院议员帕维尔·菲什尔，双方就捷克和西藏人民之间的深厚关系和支持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当天下午，司政边巴次仁与捷克参议院副议长伊日奥帕法尔泽和捷克众议院议员冈村隼夏和捷克支持西藏团体西藏之友的秘书卡特琳娜举行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会谈。在欧洲之行的最后一天，司政在布拉格会议中心会见了捷克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兰瓦西纳，并就美国颁布的西藏法案进行了讨论。当天，司政还会见了捷克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深入讨论了捷克共和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在圆满结束欧洲4国的一系列访问行程后，司政于当天晚间启程返回印度。目前，司政边巴次仁正在印度西金邦让瓦拉地区的巴钦曲林寺出席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一世国师加查巴仁波切诞辰600周年庆典。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于本周四10月17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近郊的萨日西藏高等藏语学院出席了由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第6届印度青年藏学研究学者会议，并发表演讲。本届会议邀请了来自印度多所研究中心和大学的专家学者担任演讲嘉宾，而来自印度各地的25名青年研究学者和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等相关学者出席了会议。诺增卓玛部长在发表演讲时，着重强调了会议主题“西藏与南亚的现实意义”，重点关注了西藏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及西藏在亚洲的角色、西藏的水资源安全和西藏与南亚国家的历史、精神和文化联系。在结束演讲之前，诺增卓玛部长还强调了西藏与南亚国家联系的研究稀缺所带来的挑战，因此他称赞这类学术会议为相关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并鼓励与会者展开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对上述关键议题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与会的25名印度青年学者将展示他们撰写的与西藏相关主题的研究论文。与会专家学者的演讲可在本台的 YouTube 和脸书频道上观看。此外，应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和秘书长米久玉珍于10月10号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节和政要出席了台湾外交部在台北宾馆举行的中华民国113年国庆酒会。
当天，台湾外交部长邀请台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等约300多名多国使节齐聚一堂，共同欢庆民主盛宴。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和秘书长米久玉珍在酒会上与来自世界各国嘉宾进行了交流，并就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等情况交换了意见。此前，德国在台协会于10月4号举办了德国统一日庆祝活动，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应邀出席活动，期间与台湾各界政要、各国使节进行了交流，并与德国驻台湾正副大使进行单独会晤，详细讨论了西藏自由运动的现状和双方关心的话题。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日本西藏之家工作人员和东京藏人协会的成员于上周五10月11号拜访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感谢美国政府今年7月颁布推动解决藏中争端法案。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副馆长凯瑟琳·莫纳汉接待了来访的藏人代表。驻日本代表阿若亚博士在会晤期间，代表居住在日本的藏人民众，感谢美国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给予的持续支持，以及通过颁布推动解决藏中争端法案，使美国的西藏政策清新透明化。随后，藏人代表团向凯瑟琳·莫纳汉赠送了拜登总统签署法案的相框，上面写着“感谢美国通过推动解决藏中争端法案”。副馆长凯瑟琳·莫纳汉感谢代表团访问大使馆，并对西藏人民的情感表示赞赏，以及承诺将全力支持西藏自由事业。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